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晨鐘課，每日都是新的起點。6月17日，題目係剖開的石頭。經文喺使徒行傳1章11節。加利利人啊，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？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，他還要怎樣來。今日嘅內文講到好多忠心嘅福林教會傳教士犧牲咗自己嘅性命，只係為咗將福音傳到世界最偏遠嘅地方。1909年6月17日，福林評論與安息日通訊嘅一期報導就講，總會代表大會經投票選出咗俄亥俄州嘅斐迪南斯托爾，差派佢前往玻利維亞傳教。幾日之後，佢同佢太太就帶住2個小朋友踏上呢個旅程。佢哋住喺的的喀喀湖以及玻利維亞同秘魯其他地區嘅印第安人之中，開展咗令人讚歎嘅醫藥報導同教學工作。喺佢嘅書《在印加的土地上》之中，烏托爾講述咗佢喺一個叫烏姆橋嘅地方同當地人相處嘅經歷。當斯托爾話俾佢哋耶穌即將復臨，要接回佢忠誠嘅子民嘅時候，當地人嘅反應非常積極。當佢宣教期滿啦，酋長問斯托爾幾時會再返嚟，再教導佢哋更多嘅知識。斯托爾有啲猶豫，但酋長堅持，於是斯托爾就答應佢啦。如果唔返嚟，亦都會有其他人嚟。酋長就問：咁我點樣知道人哋亦都會教我哋同樣嘅嘢呢？斯托爾執起一塊細嘅石頭，將佢剖成2半，將其中一半呢就交俾酋長。佢就話啦：無論邊個嚟教佢哋，都會帶住另一半嘅石頭。3年之後，斯托爾就返烏姆橋去拜訪酋長。啱啱好佢出咗門幾個星期。但佢嘅妻子嚟到並且問候：哦，點解你離開咗咁耐嘅？部落裏面嘅人呢都好渴望理解福林教會嘅訊息啊！冇幾耐之後，斯托爾宣布玻利維亞肯定係一個潛力巨大嘅傳教地，因為佢係極度貧困嘅地方。我有幸進行咗一次鄉村嘅之旅，到處嘅睇到相同嘅情況，遍地黑暗。人唔知道為啲乜嘢而活，但係嗰啲困難激勵咗我哋。困難越大，我哋就越能夠向上帝求助；艱辛越大，我哋就能夠緊密嘅依靠基督，嗰位曾經為我哋承擔一切全能嘅救主。呢一種無私嘅精神，亦都激勵住我繼續努力。今日嘅晨鐘課講到呢度，歡迎聽日繼續收聽，拜拜。